好，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哎呦，为过年了，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哦！故说吼，今日节目当中吼，爱同大家来分享做乜嘢呢？哎，过年一开始吼，过年就爱吃饱，吃饱了爱吃乜嘢呢？哎，客家年轻传统就系爱吃米呀。故说吼，大三年副卡就听说过有个种米嘅硬嘅，错冇？个米有冻多种啊，有个香米啊、糙米啊、胚芽米啊，不过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係有色嘅米哦，很多烏米。所以烏米有哪條好米是韓國哪條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咯。來細細嘅分享節目地度，今日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對啊，新竹公林嘅永慶社區發展協會來嘅理事長馮凱水分享。大家好，我係永慶社區理事長馮凱水。當歡喜來了大家熟識。好，歡迎理事長。謝謝。好，來到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呀，烏米、黑米，對不對？係。不過其實也到嘅呀，永慶社區啊，發展到也係幾件有當從嘅時間。不過種嘅東西一開始其實唔係種米嘅哦。係。什麼？條哥係種乜嘅東西？聽話上面放喺啲某種嘅窩啦。係，旁邊我哋用社團嚟方式嚟種嘅紫米。不過糖講頭擺係有一層嘅有種過茶，有種過乾米也得。嘅係乜嘅時節有種按用茶乾米也得？佢差唔多6-7年前種茶，就最忙嘅時節就3間嘅茶工廠。哇！慢慢啊，引進外流慢慢後生也唔會講。我們就種幹麼嘞？慢慢的茶葉是沒落嘞，我們是三間茶工廠是關的嘞。哇，所以透過種茶係當然啲嘅種嘅，對不對？係。哦，不過呢一下風體當久嘅，不過下後因為也發展協會要再個用亞烏米來發展。不過按多種嘅東西啊，做乜嘅唔可以先講來種茶，係講來種乾米，做乜嘅愛特別先講用烏米來開始咯。種烏米係因為呢下我就撈披薩做冇權嘅東西，你因為幹嘛當艱苦種米係當艱苦，這時候後生人是唔會想話做幹嘛啦。不過現到呀烏米咩係當特別咯，呀烏米係哪片現到嘅呀？當初我係寫計劃，烏米度嘅彰化西州嘅未來引進嚟秧苗嚟種嘅。彰化西州的秧苗，不過烏米大家咩想當中嘅烏米，應該會想到像是紫糯米，對不對？不過其實紫糯米頭擺沙期地都沒有種過。頭擺106年我哋就種，第100種係種紫米紫糯米就已經年輕當多。所以講對人嘅效法冇我哋是天嘅是冇種咧，只改種烏米。所以你下烏米種幾多年咧？烏米咧種3年咧，賣到第4年啦。所以也係見來見好了，種見來見到了，對不對？大家就要歡喜來參加。你下還有一個品牌，對不對？有一個名字，有一個名誒，我都冇解。王家烏米。王家烏米做乜解會按做王家呢？當初我寫啲名係因為我哋永新村咧，特別按照王家巷，道光西條按王家巷，所以我衍生就我哋地名就打啲品牌按照王家米。王家係嘅三國王係麼？係。客家人我哋供奉嘅保護神係三國王。所以講我哋王家巷係特別因為講就乜來係清朝時節係莊家就講清朝時節王家欣賞咧，不經睇到我哋王家巷咧變。杜西同是表魯迅所以不經清到佢帶動啲地方當好因為講係三國王保護所以講是讓啲十不他們遷過是讓啲王家巷嘅為所，是按照起名的王家巷。
阿俩下因为爱发展亚沙奇，古时候拄好用亚头摆过去嘅历史韩国故事，变到亚只新的乌米亚只品牌嘅名诶，有懂有提示咯。因为咧新丰乡有所谓农业科长吼，让你讲建议讲，你用品牌来告诉用你地方名吼，用网站行诶球名来做你的代表作安尼。所以吼呀，翁呀行出改翁呀乌米，今每日没有带来呀这个创意料理哦，用乌米来做苏西，对不对？对呀。你黑马啥做给韩国冻浆呢？了得好啊，我哋社区的志工啊，办总团大家来做诶。哇，所以唔但抢贵州沙期发展协会爱凝聚众多农民大家抢下来种乌米以外，还爱凝聚一群妈妈，抢下来做安样嘅东西。没得妈妈哈，就志工爸爸哈。爸爸没有，爸爸妈妈。你社区人少哈，但是你的志工真来真多。最少诶，20人3度咧，还60-30就诶。哇，韩国。大家在是讲主持人支持哈，伊真实真讲哈。呀，冻浆呢，看起来呀，地都有冻多种包冻多种强菜哦，对不对？看到有小黄瓜。小黄瓜啦，咱们素食诶方面嘿。有啲店哈，有山蔬哈，红萝卜小黄瓜，我哋全部唔知嘅。因为我哋鼓吹讲，我就素食主义哈，是讲对人的健康以为主安尼。对，因为可能地图好像是有乌米以外，还有胖米，错吗？胖米就一滴滴的啦，落一滴滴了诶。你讲用说起来，因为大家就地素是迄人的嘛，人的米、人的饭说起来，印象当中就会知道人的饭说起来会硬硬。唔过我家下说呀，素是完全冇硬硬的感觉，还迄 QQ 呢。像啊，咱个普通的冇强壮。呀，迄唔系就系呀乌米嘅特色，就系佢人嘅含係好食。因为当初就应讲你一般的寿司来讲哈，都是用紫米，因为糯性好够，所以我哋它是用自家用乌米来讲，我哋它是用乌米来发展啲米食啊，慢慢的改良安尼。安用呀做苏西唔是去脑部卖米了，对不对？乞丐就有这个种，对，所以像安用除了做苏西以外，其实还做得做很多东西。唔过一开始没有同大家来分享，其实台湾嘅乌米有很多种，唔过大家搞得清楚嘛。古时候节目节目当中，呢。那个广西农民啦，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下呀有色嘅米，就系呀乌米，你上来有哪种？我会请理事长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了。这个米来讲哈，乌米哈，其实2种哈。第2种我哋乌米嘅是用糯性的哈，是用啲紫米，啲紫米好嘅糯性当够哈。紫米就系传统印象当中做嘅紫米红豆汤，红豆汤嗰啲，当年呢嘅种紫糯米，再对讲消化唔好也是吃得好唔好啊，冇消化。嗰天了是讲像啲用心的王爷米哈，基本上都系按照黑糯糙米哈。佢粘性是冇很強啊，所以佢咩係呀王爺米、黑糯糙米，佢咩係黑糯米的一種。係，算一種。唔過因為可能呀品種啊，又係講佢嘅基因冇強樣，故所食起來佢嘅糯性就係黏性冇強樣。冇很黏啊。冇很黏，所以這個是黑糯糙米，也是黑糯糙米。咁個正經嘅烏米嚟講，其實係黑鮮米哈，其實冇糯性嚟哈，但是你要推翻當少啊，原生種嚟哈。第是講係嘉義改良所呢，正經種烏米係有全粒金嘅在做一種。所以講呢個沙士，佢哋目前係一種烏嚟糙米。好，唔過我知道也得好來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大家係講愛買烏米啊，想愛食無強嘅口感，其實看亞種就懂清楚誒。係講想愛食呀黏黏嘅，就記得要去買紫米哦。那它可能你看到會看到是黑糯米的標示，或是紫米的標示，或者是甚至是黑糯
糙米都有可能看得到，对，对不对？那如果是按今日同大家来分享嘅这个王爷黑米，大家就看呀黑糯糙米就做得起得到，对不对？啊，迄讲黑爱是无盐性的黑米，就黑爱选黑鲜糙米或者是黑鲜米，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很实用的这个，大家迄讲许多市场啊，许多超级市场没办法分类，就做得用亚种嘅方式。嘿，很包装啦，对，包装就品名下面就标示。因为其实一般来讲，他都年去超级市场买的，他是有去买散装的米了，对不对？对。好，古时候同大家来分享有爱用嘅乌米哦，其实好有相关嘅乌米，还有含卡到嘅知识、含卡到嘅内容，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分享大家有真多福起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呀乌米，呀乌米吼，加上一段节目有同大家来分享到啊，有本呀有呀很盐的，韩国呀很无爱盐的。啊，不过今日演讲的呀，新竹公林用盐沙区发展协会也都出来呀，王家乌米吼，它有一点介于中间哦，有一些些的糯米黏黏的感觉，啊，不过佢又无爱盐。古时候呀，糯米呀的提醒吼，生来一般人爱煮嘅时节啦，爱用板来煮，用板来食。唔过呀食呀米吼，可能大家嘅口味就冇共用。古时候想要问一下李师长，你自家煮盘嘅时节，为用板煮，那个比例要怎么抓？哦，我从我自家为例来讲哈，我主要讲我是乌米那种热哈。白的糙米那种凉啊，全部糙米哦，用糙米哦，我都用糙米哈。哦。该煮个洗好，我就用点洗法啦。嘿，水倒落去。嘿。基本上我就晒乌米哦，是系冇个没有弄农药诶，冇用个化肥啊。所以讲我就晒洗好，当然啦是讲你洗拉是好咧，我唔是搓啦。所以其实你下大家洗米应该要注意嘅系是莫洗太强，对不对？系啊。强安用拉是好咧，咁面大概切好，那个唔出来时候咧。哦，有看到，佢就会有一些些咧，有一点蓝色的。蓝色，慢慢就会变雾啊。哦，所以其实洗米是按用拉的时候咧。拉时候咧。不用洗得太干净，不用洗得很干净。所以刚刚讲的是米的比例是乌米1，白糙米2，水量共用3比。一般米多滴滴的，多滴滴嘞。因为啊，係糙米嗰種水愛多滴滴嘞。多滴滴係唔會硬啊。還唔會硬。按用煮後就好嘞，對不對？唔過像呀洗米嘅時節，一般人啲嘅洗煮糯米嘅時節，煮糯飯嘅時節啦，嘅米啊，愛洗下洗以前愛留佢浸一下。像按用嘅烏米愛浸冇？烏米你講從你洗好了，冇很當時講直接煮吼，你可能會浸半點鐘到1點鐘，天火啲有可能變落去，佢慢慢的洗好啲嘅水吼，是會慢慢變花青素一散發，是會慢慢變霧嘅吼，你下還冇凍到，你看是會進到進霧吼，該霧嘅是花青素在散發，你洗的主要係花青素這個部分。花青素是營養，因為它抗氧化嘛，對不對？它的營養價值比胖米哈多6倍啦。哇！對，所以講大家會比較有養生的作用。對，唔過有等到你看到呀洗米嘅時節，哎呦，這水用暗糊就會吃到一些些的染色，就說是不是染色？唔過唔沒有，也係花青素給天然嘅色嘛，對不對？天然的就是這樣，所以呢，用呀烏米拿來做其他嘅上面，比如講剛下看到食到嘅呀蘇西，咩有一些些的。紫色，雕彩色，唔過晒下來吼，我同大家分享係一台糊嘅啊，一台糊嘅起碼嘅啊，李師長。係烏米嘅7把吼，哎呦，我哋用牛溫水嘅方式啦，
很 Q 哦，好 Q 哈。经常用些雾米，爱办活动也是用雾米来做糍粑。而且其实还是一般说到嘅糍粑就会当到太甜，不过也说起来甜味无按到，不过因为佢甜味无按，从很色嚟到嘅淡淡嘅米嘅香味呢。雾米啊，佢同香米嘅米是冇共用，还有一个独特的味道。好食啦，好食好食，哇！佢說做呀用烏米做嘅糍粑，當然就係烏色嘅。唔過家下講好糯性冇按過，唔過說起來做糍粑還係做得咯。做得，即係也係純咯，純嘅烏米，沒有加其他的糯米。冇加你佢本身呢度鹽味當鹽啦，唔過做起來咪做得呢，做得哈，很好吃，好食。除咗有呀，烏米嘅糍粑以外，還做得用烏米來做其他嘅東西。像理事長同大家紹介一下。目前我哋有社區哈，已經發展烏米嘅米食哈，還有水包粽啊，糍粑、壽司啊啲哈，像上多做做啊啲全部都烏米來起做啊，唔過我想到有一項東西烏米做唔出啦，然後做風板。風板啊，可以風色哈，啲烏米哈咪做板哈，是還有烏米啦，唔使做烏啊，我哋係叫做烏板哈。烏板咪做得。但是講呢個西式的風色，我哋咪是用做烏板，然後就揾到烏。哇，有看到呀相片，其實佢看起來唔係真件烏啦，有一點像是紫色的，對，紫色跟酒紅色的感覺。按用做起來，因為呀，當到黑上癮，沒講黑色很時尚嘛，我們那個烏板咪做得很時尚啊。烏板啊，對，當貼片，韓國做得拿來做法板係冇？法板也做得，做出咪烏啊。所以講烏米做嚟產品全部係烏色咧。按用當貼片也條，以前有看到按用嘅做法。你話我哋志工呢，做班長哈，帶領着我哋志工哈，不管志工爸爸、志工媽媽，都該志工嘅班長啊、副班長嘅對我帶領下哈，我哋米食哈一直在發展，對，我們一直在研發來走本台家起來。做看到按多呀好食嘅東西吼，除咗了解嘅好米是以外，還係要了解一下呀烏米嘅生長過程哦，對不對？都呀哈，一般來講，新竹種米可能做得有一年數200，像烏米一年做得數幾多百？烏米已經未收200哈，但是我哋社區呢，已經我哋是種100哦，因為烏米嘅生長期哈比胖米生長期為多差唔多3禮拜到4禮拜，會多啲人煙，所以講時間上好 keep 嗬，天天就我哋收上人煙，收100哈，一般休耕時間我哋是來賣發讓，來做綠肥，美化環境啊，讓土壤活化一下。對，而且那個土地咪做得休息一下，它蠻嚴重嘅東西又很較好食，對不對？好處是講我哋冇用化肥嘛。我哋用有機肥，有機肥嘅用量又好少，這樣比較快可以恢復地力就對了。韓國呀一年一熟啊，像按用嘅烏米，就當上來啲啊，一般人看到嘅莴菜啊係金黃嘅，嘅烏米嘅莴菜係乜嘅色嚟啊？佢開始結穗哈，讓你去拌胖米係瓊蓉哈，係綠色哈，佢慢慢結穗咧呢，佢會變紫霧色哈，霧色就慢慢呢就完全成熟了，會變黃色，對，黃色嘅時候差唔多係嗰類。哇，按用差唔多4日嘅時間，剛剛講。差唔多。4日嘅要120米到140米之間，按天候啊氣候。唔過前面還係做得看到金黃色嘅莴菜多呀這個稻田裡面，對不對？韓國好像按用嘅烏米啊，因為比較講像保熟後誒，保熟就會有那個混種的問題。嘅烏嘅保熟啊，同嘅黃色嘅保熟啊，係講種到太群呀，嘅白色嘅保熟就會有一粒烏色嘅這個保熟引到底度。嘅像按用嘅烏米會有共用嘅情形嗎？其實種植嘅烏米哈也會有這個問題哈，是講你用心設計種啲烏米嘅，佢係
我哋旁邊吼係冇人種播啊，所以講好能夠減少嘅。它有隔開就對了。對，有隔開。那還有花粉呢，不容易混到。但是你說為混到麼？它多少還有個波沒會用到啦。哦，所以有可能也得替笨蛋迄種浮米，啊，唔過可能有一些些的旁米有漏斗，有一點點啊，因為呀發粉的這個關係，可能會影響到這個林田的農作物嘛，對不對？對對。啊，像葉片的種葉無的個水源頭，係到哪一片嘅水？我哋種理想嗰啲水源頭吼是頭前溪嘛，頭前溪係上邊溪到遇到海，兩隻夾嘅到頭前溪吼，我哋嘅水味到咧三條海過來嘅水。嘅 V 嘅我嘅 V 嘅環境再同大家嚟了解一下。哦，我哋供應香哦，其實我哋供應香對到新竹染地度吼係13鄉鎮都要對東岸吼，最好是面前啊就三條海，好所以優樂海、松平海，變成我哋頭前溪，你下來講水源度咧過來講，所以我哋點子完全大家寫都係放心。水源頭搶地啊，做的風行式，韓國用種嘅方法，咩係用呀友善環境嘅方法，故說冇化學肥料、冇農藥，用按用嘅方式，韓國又係用呀沙氣低度嘅人力，用有自家發展協會嘅嗰種想法，有冇？去堅持來做按用嘅品牌，故說嗬，還有韓卡度嘅故事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轉到節目當中哦。好，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呀，啲呀新竹公林用型沙區發展協會嘅到來發展呀黃芽烏米吼。其實我種按用新的東西，對大家來講應該都係有些些的困難嘅事情。韓國因為用型沙區透過60-70年前雖然種嘅東多，比如講種茶、種柑咩。種嘅東多，甚至還有檢查廠。啊，不過也按多年來，其實都係放棄咧無人啲嘅種嘅。下後也發展協會起來以後，又開始再過來種東西。啊，不過就想我來問一下理事長，像按用嘅發展協會，大家係成員有哪多人？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差唔多年齡層係幾多歲嘅成員？永新社區原來特別種茶慢慢年見咗之後沒落之後，根本係老早就嚟種吼，但是後生人唔接咧，所以呢行你慢慢就種啲烏米吼，到根本係要種。我哋成員呢係我哋理監事，讓我哋志工，哈，我哋年齡層呢差不多剛開始的時候差不多係70多歲啦，平均啦，你下。進入這2年來哈，關懷據點成立之後，慢慢我哋年齡層的是降低嘅，差不多60歲左右誒，所以講我哋年走啲時間，起來呀就有點甘苦談啦，現在。其實係因為人口外流嘅問題挺嚴重嘅。做得同大家來分享農村嘅情形咯。因為其實像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可能都會帶到種下，有一條人帶到種下，可能沒有共用按用嘅情形，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因為鄉下哈，雖然交通都方便，但是我哋要維持家計來講哈，我哋農產品來講，實在講。傳還是有限啦，哈，所以後生人啊就想走呢方面來，所以說種雜接下來是要慢慢來走呢方面，所以講我呢啲擺是講利用我哋農村計劃呢，來下掉來引誘一些青年回流來放棄啦。到也下發展協會開始做到也下，有一條後生人又開始進來嘛？有2-3轉來後參與社區嘅工作，你慢慢不去接觸了點嘛。
啊，不过还有谈讲，理事长还有配咧计划哦，希望做得上汉较多嘅后生人。今年度有小家计划吼，对青年回流啊，是讲看后生人为转来降种啦，那个柑橘类到木苗要，佢有为来降毛嘅。希望做得有汉較多後生人做得轉到入農村，啊，不過做嘛嘅大家唔轉到農村咯，就係因為其實農事太重誒，太辛苦誒。對啊，經濟效益唔好啦。啊，不過其實轉到種下，做得享受也強烈嘅空氣，好山好水嘅風景，對不對？永新村呢，是講佢好山好水哈，佢我哋山當就是新竹縣最有名嘅飛鳳山哈，8大景之一哈，最高點是觀日亭，我哋觀日亭呢後天起就會看到我哋台北101啊。真的呀，你新竹看得到台北嘅101。對，睇下101哈，後天起加下哈，所以講6日你登山已經係動到哈。那是用我哋永新村有慢慢發展我哋輕旅行啊，因為咪食啲節目是講本大家啲瓊林鄉我哋向中讓伊那邊動線走掉方面的哈，讓我哋社區一起搭配，把這個輕旅行呢，把它推向給大家都知道。對，所以有按用嘅輕旅行啊，其實頭擺用行沙期咩有啲嘅期盼，有一點點像農村體驗，嗰時候有搞大家傳統按用版手草。手草也得詞藝都也下幾件東西有談到，就除草啊，除草劑噴一噴啊。啊，不過頭擺人係真係用手草嘅方式，手草生來係乜嘅意思啊？哦，手草哈，一般從用年我哋用農在計劃下個是講，我們讓我哋下一代呢後生人呢利用慢的手草哈。剛剛你有冇辦活動啊？請給長者來示範。包括你鄉長，你係鄉長啦，我哋義山未都參加嗬，代表未參加是講，到先後差不多5點鐘嗰啲是，這條天的毒哈，是枯，我當佢枯到天的毒嘅嗬，用手去拉個腳係草啊，入出到那條毒哈，咁唔會影響到佢雜草叢生啊。哎呦，拉伊係行去擠落去，哦，擠落去哦，按用雜草看唔到呢條魚，真唔可以生嘛，對不對？啊，嗰個按用通早，咱按到手草，睇下一下就可以看到呀樣片吼，看得到懂到有呀師太人啲嘅教大家示範用嘅手草，手草。啊，唔過也下一般人冇按用做嘅，真人啲嘅種田冇按用做嘅。嗱，你係冇人做咧，我哋講用啲嚟讓大家回味，俾下一代人啲個按買手草。哎呀，下啲田度唔係用手草，嘅我用乜嘅方式來除草呢？兩下嘛，兩下嚟講除草嚟講，嗰啲是講當然田地要整平啦，哈，水源要控制好啊。對，那種切鐵倉嗰啲沒有用棒嘅方式啦，係人工就錯嘅，係人工嘅。呀，真正係種田嘅人，真辛苦嘅事情，愛手草，愛捉蟲，韓國大家頭拿青苔嘅福壽螺、福壽螺係冇？福壽螺，真麻煩。真麻煩吼，因為種落去細條條會被蝕體啦，所以我哋一般嚟放先係使用我哋苦茶泡，哈，因為佢未係有機嘅哈，但是最近嚟講，上網尋嘅資料到農改所邊講，慢慢的就慢慢改變福壽螺嘅減少嘅方式啦。苦茶泡其實佢雖然會本嘅福壽螺佢可能會蝕體，也係講會走體，啊唔過可能未會影響到水稻度其他嘅生物，像係鴨嘅啊、蝦公啊、也都有可能會受到影響。嗰時候也係冇用苦茶泡了，也都冇用。前2年沒有，那是好少用哈，不過沒有用啊哈，是講我哋係用其他方式就計米糠嘅方式啦。在研究哦，米糠，紅嘅就得咯。咪就用呢個方式，我不如爬上去蝕啦，或者用苗種嘅方式，減少福壽螺嘅再生率。這個方法係用嘅程度嘅啊？第一點係我也就上網抓啦哈，第二點係就問過桃園農改場嘅博士，我們用哪種嘅方式來減少啲蟲害啊？佢有頭擺咩有人談過有人用血壓嘅方式，這個壓稻工作的方式。
特别我们是上厉害吼，但是向下睇家地方橋洞多吼，拉橋洞多，向下不落去吼，外面橋實體啦，所以講面積太大來講又唔方便嚟用下不。好管理，故說也係天天呢看樣板用呀，對環境清好嘅方式來適度的減少復甦咯，應該很難根除吧？盡量啦，我們現在盡量在做這方面，反正用友善方式啦，不要影響到天體嘅維修。所以其實吼也用心沙去發展下非正經當用心啲嘅做也無米，唔但搶啲也種嘅方式，還個也嘅米嘅品質啦，甚至也米嘅其他嘅加工品。以外，接下來同大家來分享我出也米酒哦，還個威士忌錯冇？係。我哋種烏米呢，我像單種烏米吼，也冇買特色吼。又把呢個林先生吼，佢一個製酒大師。佢嚟講，因為林先生係宜蘭我哋碾米廠嘅理事長，佢嚟介紹嘅吼。佢講我哋烏米我哋起來做威士忌吼，用咗做威士忌可能係台灣吼鐵啲桶啊。因為像威士忌一般來講嘅，嘅印象當中係用麥嘅，對，唔講係用米來做威士忌。係啊，表示講我哋面單要看王爺黑米酒，也係米酒，係咧米酒吼，我哋度數係33%，哦，比一般係好過吼。你係有甜嘅嗰種米酒，也係冇甜嘅嗰種米酒。當香，要釀嘛吼，因為製酒方式呢，我哋係合格酒廠做嘅吼，呢種再釀，釀完之後呢，它by蒸餾，有蒸餾白色之後呢，就再把釀的給花青素再回去再釀，所以這個叫再釀酒哈，所以可以趴數是33%，有凍果嘅呢，但是細起來唔會黏哈，它水凍為水哈，我們設計買啲買凍盒哈，因為呢這個有刻酒稅的，所以這個 OK 的。而且一樣是叫王爺米酒，咩係王家嘅品牌哦。那我哋做出來以後，我哋用王爺黑米酒，再做威士忌。對。該威士忌呢，目前我哋有活動中心的表去攤哈。差不多今年差不多3月會員大會，我哋會請藍景福農業處處長或者昆展總委來幫我們做開封的動作。還沒有好就對了。因為前一陣子藍景福在推廣我們瓊林的黑米的時候，有跟大家宣布，很多人有打電話來說，你們的威士忌賣了沒有？我說還沒有。他3月對不對？3月份吧。3月就會來要黑米嘅威士忌就做得來開封，會開封了。嗰時候今日當然的，也有請到理事長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承蒙理事長嘅分享哦，謝謝。謝謝。咩承蒙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希望大家喜歡今日嘅節目哦。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先生，共下來聽通一下哦。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一下個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